客人来了。50度。我们的菜单都准备好，一个人是400块钱而已。 아, 맛있어야 될 텐데. 害怕。 乡长，这个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来了。谁这样吃炒蛋好吃？不是在地人啊。这身份证要拿出来吗？ 볶음. 잠깐만. 너 볶음면 없어. 我觉得这道菜很怪。我们今天第1天而已。 아, 내가 튀기랑 밥을 괜히 먹었지.